继续来关心花莲，就算年假已经结束，也毋过即摆也是有真侪志工留踮花莲到土土。到目前为止，本数有125000栋，也烂土嘛有10000多栋。另外，伫讲互乡外围的阿多木部落，因为大型的机具互管制伫外口，无法度入去斗整理。部落即摆是呼吁政府赶紧斗3工，互因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志工和居民接咧，甲一桶一桶的土埋清运出来。到时节年假已经结束啊，30公款有真侪志工是留伫花莲光复乡市区的敦和街，世界当看到志工无用在帮助灾后的后援。灾民持续清理，把淤泥以及废弃物向外清除，而市区的多条道路都像现场这样，会把淤泥通通集中起来，就是要开出一条路，让小山猫等重机具通行能够深入挺进，加快清理速度。有真侪建筑的正矮的巷仔，也是徛架的内部，这会当靠人力慢慢拼，但架路和徛架相对拢较畅快的辅助架，有小山鸟和怪手入去徛架的顶斗轮流学，拼了就较紧。泥巴很厚嘛，有2天的时间是。怪手在清理。在后第8天，马太安部落4界拢是踏足小山的土埋和废弃物，怪手和志工持续拼，说敢若永远嘛拼袂了，而且经过日头晒过，开始有臭味，互居民烦恼卫生的问题。食物啊、肉类啊，都已经跑出来了，或是化粪池溢出来的化粪池里面的东西，一定会有污染到。垃圾量有7127公吨，那累计有24974公吨，还有1万多吨的淤泥。伊灾区的土埋较黏，而且色阁较深，嘛互民众烦恼讲有重金属污染的问题。环境部澄清讲，土埋的无甘源本身就有微量的重金属，是地壳的天然背景造成的，并不是人为的污染。根据国军和志工的统计，到30中昼为止，光复乡需要帮助斗病的家户，甲毁损严重，拼了嘛袂当大的扣掉，拢总有1517户，已经拼1085户，剩432户爱拼。人家从那么远的地方，高雄、台北来了，就卡在那边，然后呢进不来。那请问一下，县府你有派你的人来吗？伫大多数的地区，拢有机具在斗3工的时阵，伫市区差不多7-8公里远的阿托莫部落，规个庄仔头跟了一台部落青年的掠斗车，一直来来回回在载运土埋和粪扫，因为大型机具拢互挡伫管制点外口，居民请求政府斗3工，互大型机具进驻，帮助因加速清理和重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